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34章摩西死。摩西对摩押平原上尼泊山到耶利哥对面的比斯加山顶，上主将全地予伊看。对基列到但、拿弗他利地区、以法莲甲马拉西地区、犹大地区到地中海南边的尼吉夫到樟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尼。上主甲伊讲：这个地是我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誓，应允要赏赐因的后代的地。当我予你亲目看到这个地，毋过你袂当入去遐。照上主所讲，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伫摩押地区，上主将伊埋葬伫摩押地区北比尼对面的山谷。到今仔日，无人知伊埋葬的所在。摩西死的时120岁，目睭无花，精力无衰退。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悲伤哀哭满30日。恁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，因为摩西捌甲伊还手。以色列人顺坦约书亚，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做。后来，上主无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兴起亲像摩西的先知。摩西是上帝面对面认捌的。上主找伊伫埃及地，对法老甲拢总的人神，以及埃及全地行真侪神迹奇事，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，予伊有大气力做大搁通行的事。